政治的消息来看，热清田520就职典礼上精彩 ，CH-47运输直升机吊超大面的国旗飞过观礼台，陆军航特部对顶个月就开始加强训练。毋但是出动阿帕奇超级目镜船甲乌鹰直升机，海军嘛是第一届调动 S-74反舰直升机，要向国民展现咱军坚强的战役。跟以往较大的不同的方式就在于，在两个小队在汇合的过程当中，在长舞边以不同的走向实施集合。另外就是在汇合集合的过程当中的时候，两小队的相对速度仅有10海里。结合的过程当中，每个机型前后距离都必须保持在200公尺的精准距离，这都考验着空勤教官熟稔的飞行操作能力以及精准的时间掌控。刘碧辉表示，这届就职大会主题是强击台湾民主前行，会规划一系列的活动，国防部会进行空中操演任务，包括海航、陆航机队吊超大面的国旗等等，要向国民展现咱军坚强的战力。